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今日来讲台语加强口气。有的话吼，你发音莫发了伤准，人会阁较有印象。敢有可能国情啊？讲一句我来听咧。咱来讲啦，讲记即落咧，互你做参考，你唔通唔信。要信唔信，这都是相对答，逐工咧讲诶。敢有特殊的所在？无唔对。我哪有迄款人唔信，伊唔讲唔信，伊要讲啥？伊讲即件代志我唔信，有无？有啦。这一来是腔口，原来有啦；二来吼，要加强迄个程度，原来有。因为咱知影咱咧发音，唔信较简单发。你若唔信，吼，迄就爱发家呢，家己出去，颔棍筋顶甲足大条的，才有法度讲出唔信。亲像国情啊，常常咧讲民间的故事，三国。老鳖借荆州港占荆州，就如写批过来，邀请老鳖过江食酒。老鳖唔敢起来，伊想讲哦，万一若掠我讨荆州，要安怎样？孔明前亏钱一日，公主讲包你无事，你唔信，赶紧过府唔通吃。对，即句唔信，就是加强口气，调工讲互走音去。搁来还有别句无？有哦，戏台顶尤其布袋戏的迄个厅啊咧讲哦。但禀报，祭主啊，即件代志吼，贵州害了了啊！咱嘛知影你若要照起工讲是讲害了，结果翁仔人落尔，伊讲害了，人咧听较平常。你若加强口气，这做落去讲害了，人就会感觉目睭天金啊，讲啥物咧害了，讲互走音，另外加强一款效果。这第二个案例，啊，搁有第三个例无？有，国情伫咧讲布袋戏、歌戏定定咧做楚汉相争，汉语人讲做楚霸王，这咱拢知。不过民间有一句话，原来这句楚霸王落改变，讲走音变做楚霸王，变做老楚的楚，啊，啥意思？对霸王来，不过唔是真正亲像汉语这样骁勇善战。楚霸王就是咧表示讲迄个人。欢喜爸爸讲的话，安尼要甲人品文品武，唔是讲正经有法度甲伊讲理的人，迄叫做楚霸王。楚霸王即个楚，共款让咱讲走音、讲歪音去，变做楚霸王，变做另外一款解说，变做另外一款意思。这就台语，国情今日甲你说明，讲哦无啥对，讲哦走音，自然有另外一款加强的效果会产生出来了。